2底那個清冰霜麵包，這裡有些粉類的分量看計算加點全麥麵粉或者麥片哇，我用這個神仙棒嚼它一下，或者你們呢用手咁樣去抓咁樣嚼軟它都 OK 然後這裡有些核桃搣碎佢丟下去一點這個南瓜子你們家裡有什麼乾嘅想用就用呢個藍莓乾我之前用剩嗰啲忌廉芝士咁樣搣小小一粒咧咁樣抌落去，然後也是一樣嚼軟它們，然後現在加濕的材料就完成啦咁這個蜂蜜我最後呢個 yogurt 超簡單，嚼成一顆麵團我嚼到開始咁樣黐埋咧就用手把它捏在一起如果太乾呢，你們可以加多一點點 yogurt 下去，有個幾分鐘呢成團就 OK，你看麵團呢應該是偏濕咁樣然後喺麵團表面呢撒點麵粉，然後呢準備個盤鋪張紙手呢又搓點麵粉攞個麵團上去咁樣拍拍咁樣把它搓咗一個圓形，烤箱預約200度不用開風扇氣炸鍋溫度我寫在下面資訊表面撒點麵粉呢烤完出來靚啲現在呢就拿把刀呢畫個十字，然後呢稍微把它們弄整齊一點，然後我的食指呢差不多切到麵包一半深啲現在就讓它就放喺室溫呢20分鐘就讓它鬆弛一下，然後呢如果你們用其他的配料呢，重點是呢水分不要太多，不然呢它烤完呢中間呢會那個穿窿我先烤個20分鐘，然後呢氣炸鍋做法我都寫在資訊欄啦要壓扁一點啦，氣炸鍋小呢很容易烤焦話20分鐘之後呢我已經好靚啦芝士呢180它有呢芝士烤到它金黃色哇總共烤咗35分鐘先放喺個架上面，喂聽一下熟嘅聲音你看完美收到杯咯會涼了一點直接切給你們睇喂爆脆它啲比較紮實一點，但是呢喂保證正，你睇下幾多料你們可以做這個呢跨年的時候呢咁樣邊吃然後到時候嘅時候整個諗上聽